老师来了。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客家话亲子对话哦。我们小朋友问妈妈说，放学后我可以去公园打球吗？哎呀，用客家话问，妈妈会很高兴哦。放學後，我做的公園打球的嘛。再来一次。放學後就是放学后，我可以去公園打球的嘛。放學後，我做的公園打球的嘛。媽媽說好啊，唔好太晏咗來哦。好啊，不要太晚回來哦。好，再來，小朋友可以問媽媽說，放學後我可以去書店看書嗎？放學後，我做的書店看書嘛。看書是好事，對不對？放學後，放學後，我做的去書店看書嘛。去書店看書哦。媽媽說好啊，可以呀，唔好太晏咗來哦。不要太晚回来哟。再来，小朋友也可以问，放学后我可以去阿土家做功课吗？放學後，我做的阿土屋企做功課嘛，可以嗎？阿土屋企就是家，做功課就是做功課的意思。媽媽說好啊，唔好太晏咗來哦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角色扮演咯。假裝呢，许巍老師是小朋友，你是我的媽媽。我問你咯，放學後我做的公園打球的嘛？好啊，唔好太晏咗來。放學後我做的書店看書嘛，媽媽。好啊，唔好太晏咗來。放學後我做的阿土屋企做功課嘛。好啊，唔好太晏咗來哦。好棒哦！好，这亲子关系多好啊！接下来音课喜相逢，许巍老师要教的是对牛弹琴。客家话也是用对牛弹琴，来跟着我发音哦。对牛的弹琴。对牛的弹琴，弹琴就是弹琴的意思。对着牛弹琴，牛不懂得欣赏咯。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呢，也很有意思，叫做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。 什么是 pearls？ 就是珍珠。 cast 就是丢一串珍珠在谁的面前呢？ swine 就是野山猪啊。你丢一串珍珠给他，他哪懂得欣赏呢？也就是我们说的对牛弹琴了。哇，学好多东西，今天就到此咯。接下来呢，跟着许巍老師來親子對話喲，跟着我念哦。放學後，我做的公園打球的嘛。放學後，我做的書店看書嘛。放學後，我做的阿土屋企做功課嘛。好啊，唔好太晏咗來哦。對牛的彈琴。英文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， 學到這了，按字4章來了哦，謝謝你。